好，咱们再来1个小时。下边他又介绍一个语法现象，第7种 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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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这就是那个4个的字儿，4个属格加上个拿，就变成了这个正在做什么。你也可以在这写个正在，也可以写个这，我正做这什么事的那个这，正什么什么这，汉语里头不是有个这字吗？正干着什么那个这，正在干什么，就表示一个这个除能做动词的后缀语助词曰构成表现在或经常时的语尾以外，就是表示那个正在做什么那个啊，还能做助词加在动词后构成状语。这是一个新的现象啊，就是修饰后边的动词，表示前后2个动词动作同时进行，而前边一个动词的动作呢，是后边一个动词动作进行的方式。什么意思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说2个动词中间如果有一个这，就是这样的做后边那个动作，就是前边这个动词就变成了个状语，就是我这么着做后边那个动作，明白这意思吧？就是你比如说我吃饭啊，吃饭，也许是高兴的吃，也许是生气的吃，我怎么着吃呢？这个前边高兴的一个动作加一个这个，就是我高兴着吃，我非常高兴的吃，就变成状语了。前边的动词加上这个，就是怎么着，我正在怎么着的做后边这个动作。我生气的吃，生气这个动词加上一个kin，就变成了我生气地吃饭。前边的动词就变成了状语，就是这么个意思。它的意思其实在汉语里头啊就不用区别这么清楚了。汉语里头因为它就是这的意思，你就不管它前头是什么，就是正在做什么这，正在什么这地，怎么这地做后边那个就是个状语。好，咱们来看具体例词啊。翻过来说忒名呢，他的名字呢，就是说有一个东西，它的名字呢是什么呢？看后边啊，年包桑瓦恰瓦尔大索，年包桑瓦恰瓦尔大索。这个年包是什么呢？年包啊，这个咱们就说吧，羊，山神，牛羊的羊，山神，地奇，地神，山神，地奇就是那个奇缘的奇，就是地神的意思。说这都是一些什么东西啊？实际上抽象出来啊，就是一种神秘的东西，神物，你可以记这样，神物，一种非常厉害的东西，又神秘又厉害，威力又很大，一种神物。其实抽象出来就是一种神物，一种神秘的东西。年包。松蛙是什么呢？就是秘密。松蛙就是秘密。2个合起来是什么呢？就是一种秘密的，后边是形容词了，一种秘密的神物。你看下边译的叫玄秘神物，为什么要加玄呢？这个秘密啊还不够劲儿，还要来个玄，就是弄得这个名字起的呀很神秘。这是什么东西呢？我现在也记不太清了，就是那个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一开始有的好像是说第一本佛经啊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有什么我现在记不清具体，这个很有名的，就是天上来的东西被称作玄秘神物。下边恰瓦尔就是称为叫做，大就是起名的起，就是起名叫做玄秘神物。说他的名呢
就起名叫做玄秘，人们就把它叫做玄秘神物。这是一句。然后给仁波切去了，给仁波切去了，给就是把那个东西，仁波切宝，去是座位的座，一万两万的万，万千的万，作为的座，这个地方就是取这个作为的座，宝座拿，宝座上，宝座上，他宝座上动作是什么呢？是修呢，注意这个修呢，卡后边再加一个撒，这个修后边那个卡后边再加个撒，丢了一个撒，加上这个撒咱们就熟悉了。咱们说什么经的那个经名的时候都是叫做什么什么的大乘经修所，在此就是在的意思，就是待在那儿，坐在那儿，把它放到宝座上，修让他坐在宝座上，也就是把它放在宝座上。把它放在宝座上之后呢，后边塞建堂有人给，塞建堂有人给，塞是金子，金，建是饮料的敬语，就是汤汁儿这一类的东西的敬语。金汁儿，它这意思叫金浆，金咱们一般一个词儿叫金枝玉叶，这就是那个金汁儿，敬语。金汁儿和什么呢？和晕，晕是玉石的玉，晕是蓝色的，晕就是蓝玉，蓝色的玉。这个他这儿译的是什么呢？金浆玉李，这个李的意思呢是甜酒、甘泉，就是反正也是液体的一类的吧，但是呢是这个很高级的液体甘泉甜酒这一类的东西。金浆玉李就是金枝玉叶，就是这些宝贵的东西。就是说这个玉叶为什么译成这个蓝玉呢？这个就是反正就是说这个翻译这些东西有时候它不是特别严格的按照那个一个字儿对一个字儿的来翻译，它有时候带有意义的成分。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说汉文里头金浆玉李或者叫金枝玉叶，你在这个藏文里头呢，他可能就是觉得你这个都说水他觉得不庄严，他就用蓝玉、金枝蓝玉一些这个是就是说的很那个，反正很辉煌、很那个隆重的一些东西，所以他这个意不是特别这个一个字儿对一个字儿的这种翻译，就是要翻译的呢，就是很美吧，就是用一些很美的词儿就完了，所以他这实际上就是可能上了一些这个金枝玉叶的，反正就是好东西吧，可以用这些好东西，金枝玉叶用这些好东西用这些好东西干什么呢？确根削瓦的，用这些金枝玉叶干什么呢？确是供奉，把那个玄秘神物放在宝座上，然后用各种的这个金枝玉叶呢来供奉，确就是供奉。供奉和后边动词之间加了一个根，根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就是正在供奉的时候做后边的动作，或者说一边供奉一边做后边的动作，或者就是用前边这个动作做状语，说这么着的来做后边那个动作，它就变成了一个状语。
说用金枝玉叶供奉着，然后干什么呢？薛瓦，薛瓦是干什么呢？是祈祷、请求。薛的本意是请求汇报嘛，薛瓦加上后边一个请求，加上后边一个的是什么东西呢？的是这个种植，就是它最基本含义是种植。种植还有什么意思呢？有这个做的意思，就是加以做一个什么动作，做一个什么动作呢？做一个请求的动作，它俩合起来就变成了祈祷、祝祷、这个求愿。语法现象就是把这个玄秘神物放在宝座上，用很多好东西来供养，这样来祝愿。也就是说前边做状语做了这么多的准备活动，目的是为了祝愿。这么地来祝愿，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是说虽然都是动词，但是跟前边这个动词呢成了状语。就是这么个意思。供奉着祝愿，你也可以用汉语那个祝，用那个这，他这呢用了一个儿，反正都是一个意思，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祝祷。好，意思就完了。咱们来读一下啊。提名你年报桑瓦恰瓦尔大所，年报桑瓦恰瓦尔大所，提人报切切拉修内，提人报切切拉修内，塞减堂有人的，塞减堂有人的，却跟学瓦的，却跟学瓦的。现在我们正在学的这个语法现象是什么呢？就是说两个动词之间加一个跟，就是正在干什么，什么什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前边这个动词呢成了后边动词的状语，就是正在做这个的情况下来做后边这个动作，这么个意思啊。咱们来看一个，好，第6句。提卡尔生给松瓦纳，提卡尔生给松瓦纳，他的口，他的口上，谁的呢？就是一个井，一个井的口上，井口上，井口上就是井边上，所以提卡就是井的口，卡就是口嘛，就是嘴，井的口就是井边，然就是在它的边上，在井口上。一个是在井口上，一个是冲着井口，这个地方就是冲着井口。为什么后边的动词是松？森给是狮子，松是走，走是过去式，走到了哪儿呢？走到了它的就是井的口上，就是走到了井边上。这个拿是什么呢？是时间余格，就是在他走到井边的时候，这是时间余格，在他走到井口上的时候，这个在也可以在地点，也可以在时间，这就是在时间。在这个时间发生什么事儿呢？苏年啦扎沃尔桑的，苏年啦扎沃尔桑的，苏是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色，还有一个意思是身体，就是我们这个色身，身体，这两个意思。苏年
拈是什么呢？拈是这个，它本身动词的意思是借贷，借贷，贷款的贷，一个己贷人的贷，下边一个被，借贷。这个它要做名词就成了什么呢？叫假借物，就是借来的东西。代替品就是动词，就是借贷，借，你或者就记个借字也行。这个名词就是什么？是借来的东西，假借物。代替品就是不是真的代替的，另复制了一个，就是做了一个，不是那个本身，代替品。或者是假借物，就是说是借来的东西，不是自己的，就是这个假借。有时候咱们就，你比如说北京，我们写一个北京的牌，画个北京地图，说这就是北京，这就是一个假借物，假借这个文字，假借图画来表示北京，不是真的北京，这就叫假借物。假借的东西，假借文字图画来表示北京，也可以叫代替品。拈是这个意思。属拈，身体的代替品，身体的假借物，什么呢？就是身体的影子。身体的影子呢，它又像身体，但是呢，它又不是身体，它是身体的代替品，身体的假借物。所以呢，身影啊，属拈，就是身影。对于这个身影，拿对于这个身影，后边做什么呢？爪窝，爪窝是敌人，然也是对着这个敌人干什么呢？ sam 是想， sam 是想，想也可以以认为，认为，我认为是，我想是，也可以以当作，就是当成，我心里头把它当成什么，也就是把它想成什么，心里头把它想成什么往回倒，想成这个前边那个，就这叫记体叶格了，就是把它想成什么，想成敌人，认为是敌人。认为谁是敌人呢？前边那个是间接的，把身影认为是敌人。对于身影，他对着那个身影，他认为是敌人，这么个关系。他对于那个身影呢，他想为敌人，对身影他想为敌人。狮子走到井口，往井里头一看，里头有一个狮子，那本来是他的身影，但是呢，他把他认为成是敌人，他认为井里头有一个狮子，他认为是另外一个狮子，他把他当成敌人，把自己的身影当成另外一个狮子。好，当成这个敌人之后呢，就是停顿一下，之后怎么办呢？锤吧呢？锤吧呢？锤吧是问，这个拿不是如果，这个拿还是在问的时候，还是余格，时间余格。在问的时候，就这个狮子呢，一看里头有一个敌人，他就问他，比如说你是谁？在问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空吉瓦尔囊哦，空吉瓦尔囊哦，空是他，翁也，他也，谁也呢？除了狮子就是井里头那个影子，就是那个影子也，吉瓦也问，前边问是过去时，这个是原形现在时，这个前边过去时因为是狮子问过了，后边原形呢，因为是后边还一个动词，说囊是什么？囊就是显现，显现出来，显现成什么呢？前边拉敦前边显现为问，这个时候这个问呢就不强调它这个时态了，就是它也显现出问的这么一种动作，光强调是问的动作，不强调时态了，所以他用现在时。它也显现成为问的样子。狮子冲着井口问，那个
里头的影子呢也显现出问的样子。再看后边，却赤斑呢，却赤斑呢，却就是括加上仨变成句格，这个括呢跟前边的括呢不是一个了，这个括是真的那个狮子，真的那个狮子由它来做一个动作，就是撤，撤是什么呢？撤不是跳舞，跳舞就是舞蹈，做舞蹈动作，跳舞跳起来。在真的狮子跳舞的时候拿，在跳舞的时候，实际上它也不是跳舞，它就是用的跳舞的一个动作，就是狮子呢一看说你是谁，里头也问你是谁，他判断不清，他就自己跳一下，哎，就是做个动作吧，就是动一下，哎，在他跳的时候呢，数年태용 첩긴 두고，数年태용 첩긴 두고，这个数年还是身影，他也，这个他跟身影是同位语，那个身影，哎，也干什么呢？也撤，也跳舞，他跳一下，那个身影也跳一下。긴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跳着，那个身影也跳着，做下边一个动作。独是什么呢？就是存在，就是有，就是在那儿井里头待着，哎，他也跳着待在井里头。这是这个在汉语里头理解就好像就有点不太好理解了。这个藏文里头它就是前边那个动词是个状语，他还在井里头待着，但是他以什么方式待着呢？他以跳的方式待着，就是井口外边那个狮子跳一下，那个身影也跳一下，就以这种方式待在井里头。哎，前边的动词变成了状语，就是这么个语法现象。意思就清楚了吧？咱们来读一下啊。忒卡尔森给松瓦纳，忒卡尔森给松瓦纳，数年了扎沃尔三代，数年了扎沃尔三代，谁吧呢？谁吧呢？空这玩意儿能哦，空这玩意儿能哦，可吃吧呢？可吃吧呢？数年태용吃긴 두고，数年태용吃긴 두고。好，下边一句是一首诗啊，来读一读啊。계안방기새놀군，계안방기새놀군，계是国王，安是坏国王，他这意思叫暴君啊。绑给老百姓的，塞是吃的东西，诺儿是物质的东西，就物资、财富、财产。然后呢，军就是所有的一切。前边塞诺儿就是代表财产，军就是一切财产，老百姓的一切财产。这出现了两个东西，一个是坏国王，一个是老百姓的一切财产。这两个名词之间没有关系，他们的关系要看后边的动词。后边动词是什么呢？是戳gang特东多行真，戳gang特东多行真。好，戳是夺，抢劫都抢夺，
这就把这个前边两个主宾的这个关系搞清了。坏国王夺走了老百姓的一切财产，也怎么样呢？特东还刚才说了，特荣是还，特东也是还。夺走老百姓一切财产，还怎么着呢？还惰性真，就是饥饿和贫穷。惰是饥饿，真是贫穷。贫穷这个词还有个吝啬的意思，吝是一个文字底下一个口，色是把强那个土字旁去掉，吝啬。这个前吝就是前是一个竖心一个坚定的坚，然后加刚才那个一个文一个口，前吝。它就是这个真呢两个意思，一个是穷，一个是小气。前边那个就是饥饿。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说国王啊，把老百姓的一切财产都夺走了呀，他也还觉得饥饿和贫穷，这就是那个坏国王暴君啊。人贪得无厌。再看后边啊，鬼马卡伊假缺秋，鬼马卡伊假缺秋。这个鬼马是什么呢？鬼马是母马，鬼马是母马。这个要是光这个不带马，光这个鬼啊，咱们前头出现过，是那个老鹰，就是那个叫灵鹫山哈，鹫就是这个鬼，光这个鬼是鹰鹫的意思。但是这个加上马呢，就变成了这个母马，然后这个咔是嘴，母马的嘴，这是什么东西呢？这是须弥山，周围是海，海的外边啊还有山，在这个须弥山南边海的外边有一个山呐，这个它还有好多山了，其中的一个山就叫这个鬼马卡，就是叫母马口。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山的样子像一个马面，像一个马头，所以它这个译的叫马面山。就好像一个母马这个嘴一样，它这译的就叫马面山，就是这个那个山的样子像一个马的头，马面山。实际上这个藏文的这个意思是母马口。这个山一译就这个一加个仨就成了句格，由这个山，这个山成了主语，由这个山来做什么？咱们看啊，由这个山来做动作。这个马面山做什么动作呢？说甲缺秋，大海的水，这又是主语也有了，宾语也有了，动词没有，动词在后边。后边是什么呢？是痛金大肚拔糖葱，痛金大肚拔糖葱，痛是喝的过去式，说马面山喝大海的水，就是因为那个山呐，它像一个马头嘛，马头张着大口，就好像一个马张着口在那喝那个须弥山外边那个大海的水一样，所以这就像马面山喝这个大海的水。金是喝着，正在喝着，以喝着大海水的方式做后边那个动作，就是他一边喝着大海的水，他一边还做后边动作。后边做什么动作呢？大度就是经常，不是一次的，是一次又一次，经常的干什么呢？做后边这个动作。拔是什么呢？拔是燃烧，拔是燃烧。说这个马面山呐，它一边喝着大海的水，这个主要语法现象就是这金，就是这金是前边是变成了整个变成一个状语。马面山喝大海水的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他还经常干后边的事儿，什么呢？经常燃烧，经常着火，
为什么着火呢？它那个马面山是个火山，是个活火山，它经常喷火，经常喷火。这个说，这个本来是一个自然现象了，但是这个人呢，就把它赋予一种这个人格化啊，就是说，你看这马面山，它一边喝着大海的水，它还一边老喷火。意思是什么呀？就是说这个贪得无厌，你喝着大海的水还不够，还喷火，贪得无厌，这就是作为什么前边那个贪得无厌那个国王的例子。国王把全国老百姓的东西都给搜刮光了哈，他还穷，他还要搜刮，所以这就后边是举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后边还有啊，这个拔糖葱，糖就是和，葱是相同，和这个一样，是和什么一样呢？和这个马面山一边喝水还一边喷火一样。谁跟马面山一边喝水还一边喷火一样呢？国王，就是贪得无厌，吃了那么多东西还饿。马面山你喝了那么多水还有火，就是这么个意思。语法现象就是这个跟，就是说，前边这个动词变成了状语，就是喝着水还喷火，就这个意思。好，咱们读一下啊。给俺绑给塞诺尔军，给俺绑给塞诺尔军，戳江特东多行真，戳江特东多行真，月马卡伊加雀秋，月马卡伊加雀秋，痛经大肚拔糖葱，痛经大肚拔糖葱。下边又一种现象，说助词因等就是那四个啊，一般都受前音节后加字的制约，就是究竟是用 kin kin 还是用哪个呢？他要看前边后加字，但也有一律用 kin 的，就是说不管前边后加字是什么，都用 kin， 也有这种现象，就是这个就用一个来代替了，就是什么什么这正在干什么的意思。他举了一个例子，咱们来看一下啊。铁儿论别，铁儿论别，在那里，在那时，这个不确定，说究竟是在那里还是在那时呢？要看后边的意思。这个呢，好像就是在那时，在那个时候。论别就是大臣由他来做动作。这个腿日呢，这我说在那时，这是实实在在的意思了。有时候呢，它也是一个虚词，就是不是指的在那里，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我说的是在那时哈，也许当时也可以说在那时候当时啊，你就一说然后话说甚至就不义都可以，它这个东西有时候是个虚的，就是那时这个大臣呢，就是由他来做动作了。做什么动作呢？看啊，阿推拉军监督扩内，阿推拉军监督扩内，阿是鼓啊，一个阿上边加一个平面，蒙一个鼓皮，下边就是鼓肚子，上边蒙一个牛皮，这就成了一个鼓，敲的鼓。推拉就是在这个鼓里头，说在鼓里头什么意思啊？实际上是在这个鼓的声音里头，不是在鼓里头，在鼓里头这大臣他也看不见哈，是在鼓，就是那个唐朝那个宫殿里头啊，敲了鼓，
敲这个鼓的声音传到这个大臣的耳朵里头啊，这个大臣呐，在这个鼓里头，实际上是在这个鼓的声音里头，怎么样呢？均监督，均是毛病、缺点，均是毛病、缺点。这个地方就是指的毛病，不是缺点了。毛病，监具有毛病，有毛病。图是表示一个方向，括是听，听还有一个意思是理解。括听主要两个意思，一个是听，一个是理解。这个地方就是既有听又有理解的意思。就是这个大臣呐，他听什么呢？他拿对于那个鼓，实际上是对于那个鼓的声音，或者说在这个鼓的声音里，他听出了图前边有毛病。他听着这个鼓啊敲的不对头，他听着这个鼓声啊有问题。这个格尔这个大臣很聪明啊，他不是说一听鼓他这个就是个说是什么信号，他能听出这个里头有问题，他就或者什么时候切的时间呐、声音呐、大小啊、次数啊、长短啊不合适，他听出这个鼓声有毛病。看啊，可呢听出这个鼓声有毛病之后呢，他怎么办呢？他论波南切，论波南切。这个大概是唐朝给他们规定啊，说每天呐，这里头一敲鼓你们就来，就开始考试了。他呀听这个鼓啊跟平常不一样，他听着这个鼓有问题。他听完这个鼓之后呢，这就是引领、引导、带领、引导，这个经常出现。带领谁呢？大臣们，因为他带的那个代表团啊，这个藏族的代表团都是大臣们，使臣们嘛，至少是使臣们。他就带领上使臣们，带着使臣们干什么呢？后边啊，国热心真紧，国是门，这个进唐朝宫殿有很多门了，每一个，心就是按照，或者是说最基本意思是像了如，这个地方就是按照，说按照每一个门真给，就是真就是前边那个跟这是一个意思，就是也是引领、带领、引导、带领着大臣，怎么着？按照每一个门，他这是译的叫每进一座门。按照这个按照，这就是要体会了，怎么着按照每一个门呢？实际上就是每进一个门，就是意思就是一个门一个门，按照一个门一个门的，就是每进一个门，他跟这个引领着做什么动作呢？这跟就是做按照每一个门，或者叫每进一个门的时候，做一个状语，做后边的动作。做什么动作？看啊，国拉ram汤却给，国拉ram汤却给，国拉就是在门上或者在门里，这不可能在门里了，就是在门上。在门上干什么呢？ram 是什么呢？ ram 就是染，是一种染料。是什么染料呢？就是板蓝。咱们现在有那个药叫板蓝根，就是一种植物叫板蓝，也叫这个蓝靛，蓝色的蓝，靛是一个青年的青字旁，这边一个定会的定，入定的定，一个青字旁，右边一个定，蓝靛。这是一种植物，是这个自然就是蓝色的，所以呢把这种植物就作为燃料，所以这个 ram 呢就是这个板蓝或者叫蓝靛，是指一种染料。
这种染料和什么呢？和这个氦是什么呢？也是染料。就是这么一种植物还有这个染料，植物染料，不是矿物的染料，也可以说是植物染料的总称吧。反正这两个呢都是染料，然后这两个的什么呢？枯萎，因为那个枯蛙是名词，枯蛙是什么呢？就是汤汁儿就是液体。枯蛙因为后边加了撒呢，就是用它，这样的话就读那个音就下来了，所以枯萎。这个说在门上用这个燃料汁儿，也就是用这个燃料的那个水儿干什么呢？参马得金，参妈是什么呢？参妈是记号，标记，deb 就是那刚才也出现过，就是种植，最基本含义是种植，但是它还有抽象的意思，就是做什么。在这儿就是做标记，用燃料汁儿在门上做标记，就是每进一个门呐，他就在那个门上，比如说他用的那个蓝颜色水哈，他在门上他就画一道，每进一个门他就在那个门上画一个标记。deb 就是做标记，这个 deb 在这儿呢，种植主要取它抽象意就是做标记，后边 kin 就是正在，就是以这种方式正在做标记，或者做着标记，就是每进一个门就做一个标记，这样的情况下做后边的动作。什么动作呢？是破张度沁诺，破张宫殿图沁，到达了宫殿。就是这个格尔这个大臣呢，听着今天这个鼓啊奇巧，他呢就多留了个心眼儿，每进一个门啊，那个进门当然是唐朝的使者领着他们了，他估计可能这个里头有问题，他就每进个门他画一个记号，每进门画一个记号。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做状语，在这种状态中，他来到了宫殿。到出现问题之后呢，比如说那个带到一个七拐八拐带到一个地方，然后说行，你们回去吧，这就是一道考题。那有的呢就转晕了，就回不去了，他这个格尔呢他就能回去，就是这么个意思。就到这儿哈。好，咱们来这个先读一遍这个句子，然后咱们整个读一遍，正好一节就完了。台儿论别，我睇啦军监督可耐，论报南去，国热心真嘅，國啦染堂卻給枯萎，參馬得見，破張度沁諾。好，咱们来读一遍啊，从152页最后一句啊，下边。論別三巴拉，他尼拉涅巴尔都三，體內哈香拉爾，給予度須巴塔，
함야지표도吕北 함야지 괴도 유배 하샹기 시내 하샹기 세네 더롱 표도 더롱 괴도 애다와 진바 내 따와 진바 가래月발 도 송소 가래 예발 도 송서 륜보 나래 윤보 나래 다 차배 내게 택 다 체베 내기 태打蜡 세르나 다라 세네吕巴지 꿀외吕바 지 꿀웨 나차기 도도 도 나차기 도도 도 아메 아네라 아메 아네라 퀸차 빼진도 민도 퀸차 빼진도 민도 듀모 딱진도 도체 羽毛大金主古武节翻过来提名呢 대민이 年包松蛙恰瓦尔大所 년보 송와 샤월 다소 提人包切吹拉修内 대ren보체 최라 슈네塞剑堂永运给 세겜 당 유민기 确金雪瓦的 최긴 쇠와 뜻 提卡尔生给松瓦那 대이칼 승계 송완다 数年啦扎沃尔三的 소년라 자월 쌈대 吹吧那 대바나 空这瓦尔那我 콩 쥐월 나오 却彻吧那 쾌 최바 数年推用彻金度过 소년 대용 첩진 두고 甲安帮给塞诺尔军 양안 방기 세놀균 错讲特东多行真 토병特中 도신진 军马卡伊甲却丘 군마 카이 야체초 痛金大都八堂冲 통기 다루 바탕총 推尔论别 열륜배 俺推了军监督可奈 나테라 괴젠도 고네 论包南气 륜보 남치 国人心真根 고레레신 쟁기 国啦ram汤却给苦味 고라 람탕 최기 쿠웨 参马得金 참마 대긴 破张都亲了